在地消息來看，台南柳營是有一個人騎奧多擺，卻去弄到熊熊衝出來佇路裡的龍洞狗，摔一個真嚴重，送病院了後也是救不回來。救護人員一來到現場，趕緊檢查奧多擺騎士的狀況，連過路的義消人員嘛停落來鬥相共。二是暗時，一名奧多擺騎士經過台南柳營區柳營路二段，想要到騎士弄到熊熊衝出來的龍洞狗，造成騎士規個人掛車轉來摔出去。機車駕駛人頭摔打後頭部受傷，經送醫仍宣告不治。詳細的肇事原因仍待釐清與調查。事故發生了後，台南市動保處隨派人到場巡查，找找迄隻掉失的狗啊，不過也沒抓到。因為是撞到一隻衝出來的大白狗，撞到的時候，那一個人就直接就是甩出去，就滑壘這樣子滑過去。很清潔就好了，它5-6隻左右啊。數量大概5-6隻，都比這多年。找過去啊！狗是撞到了，但是現在還找不到，受傷逃走了。但是現在也想找一下那個狗的狀態啊。因為正常來講，這邊的居民啊，如果有那個通報的話，我們基本上都會來處理。龍洞狗造成事故，過去嘛捌發生過。不過台南市目前收容所大部分攏已經客滿，動保處先加強巡查，同時嘛呼籲飼狗的人莫黑白甲狗仔放佇外口，愛離重要的交通路段較遠咧。新營分局嘛已經介入調查這件死亡的車禍，進一步釐清車禍發生的詳細經過，甲肇事的責任。記者綜合報道。